且我知影你吼，伫台湾读甲硕士，啊，佫无够呢，你佫继续佫读落，佫读甲博士，为什么你这么爱读册啊？因为金门吼有一句话，就讲海边走路，都是讲这个所在啊，文人很多。啊，当然对我来讲，伫两岸的战争30年中间，我没有办法好好读书，所以呢，到我50-60岁，迄阵啊，我才感觉讲，习有自正，我的事业，阮囝有哪会甲我接啊？啊，我啊，就开始追求我的生活。你看，这本嘛你写的，嘿，这本嘛你写的，这嘛你写的，这是。啊，这嘛是，那食到无？啊，佫有到无？系啊，我感觉伫咧你的身上真正是感受到，什么叫做学海无涯，对啊。啊，就是一句话叫做薪火相传，啊，希望将咱金门文化吼，甲延续下去。